大家好，歡迎你今日入嚟練習感恩。香港人每日生活繁忙，好容易會忘記咗生活裏面其實已經有好多嘢值得讚美一下㗎。感恩練習其實好簡單，就係有意識咁停一停，幫自己發現同埋記住呢一啲美好嘅時刻。研究話，經常感恩，個人會開心啲，冇咁容易被壓力打低，對生活都會滿足啲。跟住落嚟大概20-30分鐘，我會帶你一步一步做一個有結構嘅感恩練習。我哋會由一個好簡單、好具體嘅開心時刻開始，然後會多謝返自己個身體，之後再欣賞下人同人之間嘅連結，最後會睇返自己內在嘅優點。做呢一個感恩練習，唔係要你去逃避問題，而係可以幫你個心增加多啲空間、彈性同溫暖嘅感覺。當我哋習慣揾嘢嚟感恩，其實係訓練緊個腦，等佢更容易留意到生活中美好嘅一面。好，請你揾一個舒服嘅姿勢坐低，背脊放鬆，坐直少少，輕輕咁眯埋對眼。我哋先嚟3次深呼吸，等你自己完全返到嚟呢一刻，準備開始為呢一個自己打氣嘅小旅程進發。慢慢咁吸一大啖氣，呼出嘅時候放低你手頭上所有嘅嘢，再吸一口氣，呼出嘅時候感覺返嚟自己身體呢一度。最後一次深深吸氣，呼出嘅時候安頓落嚟。而家等你嘅呼吸返去自己自然嘅節奏，將注意力放喺你而家坐緊嘅感覺上面，留意下你嘅身體嘅重量係點樣俾你下面張凳或者墊承托住呢？當你每一次嘅呼氣，可以邀請一份放鬆嘅感覺去鬆下你啲膊頭、下巴、手手腳腳，準備好一個放鬆柔軟嘅狀態，去接收嚟緊嘅感恩練習。好啦，我哋由呢個安頓好嘅狀態開始啊。首先，試下邀請一個近期嘅開心記憶出嚟。琴日或者今日，有冇一啲你覺得幾好喎嘅細微小確幸嘅時刻呢？可以係任何嘢㗎，或者係今朝飲到第一啖好好味嘅奶茶。又或者你一路行嘅時候，綠燈就不斷俾你唔使等。又或者你放工返到屋企，挨落張梳化度，成個人鬆晒嗰一下。冇話邊樣大啲細啲，
最緊要係你諗起呢一件事嘅時候，你心裏面係有少少欣賞同埋暖意嘅，輕鬆啲，等一個記憶自己浮上嚟，最先浮出嚟嗰個就係你而家可以開始嘅起點。好，而家用呢一個記憶做你嘅錨，我哋試下再感受深少少啊！喺你嘅腦海裏面，可唔可以留意下，仲有咩細節？例如當時有冇啲乜嘢光線、聲音、氣味喺你嘅身邊呢？然後試下將注意力由諗住呢一件事，慢慢轉去留意下你嘅身體。你記起呢件事嘅時候，身體有冇啲乜嘢感覺啊？會唔會覺得例如個心口冇咁緊啊，或者個膊頭都鬆啲啊？check 下，無論你係咪有冇感覺到身體嘅變化，定係只係個心靜咗少少，都好好嘅。呢個就係感恩開始生根嘅感覺。好，而家繼續同呢個感覺一齊停留多2-3個呼吸啊！好啦，我哋跟住將呢一份欣賞轉向一直陪伴你嘅身體，試下好似掃描咁樣，將你嘅注意力由你嘅腳趾慢慢上返去你個頭頂啊！可唔可以單純咁樣 scan 下你身體運作緊嘅部分，例如你自己跳緊嘅心跳，你自己呼吸緊嘅肺部，或者幫你睇嘢、聽嘢嘅感官，睇下有冇身體邊一個部分你今日想特別去多謝佢㗎？會唔會係行咗成日嘅腳，定係一直默默工作嘅雙手？將你嘅注意力好似一道柔和嘅光咁樣照去嗰一個部分，深呼吸一下，當係同佢打招呼，心裏面對呢個部分講一句好真誠嘅：辛苦晒啊，多謝你。感受下，直接同自己身體講多謝，係一種幾咁親密、幾咁實在嘅感覺。就咁樣同呢份感覺留一陣。
好，跟住將你嘅覺知再擴闊少少，包括同其他人嘅連結。可唔可以喺你腦海度諗起一個最近嘅正面活動呢？可以係同朋友、同事或者樓下保安員嘅一句簡單問候。回憶下當時對方嘅存在，同埋你同佢之間嘅氣氛。知道呢一個時刻係需要雙方先會發生嘅一份小小嘅共同禮物。可唔可以喺呢個記憶裏面，為咗有呢一份連結本身，都講一句多謝？多謝呢種連結嘅感覺，感受一下呢一種人與人之間獨有嘅溫暖。又留意下你嘅心口或者胃嘅位置，有冇一啲唔同嘅感覺啊？最後一步，我哋去到最深一層，欣賞返你自己。可唔可以將注意力放去一個你欣賞自己擁有嘅優點，或者一份你嘅內在力量呢？會唔會係一個你面對麻煩嘢嘅時候，你搞掂咗，或者你對自己或者其他人有一份善意，又或者你幾攰都堅持到嘅毅力？試下認出呢一股力量，就喺你嘅心裏面。如果你覺得 OK 嘅話，
可以將手輕輕放喺心口，好似多謝一個老朋友，多謝呢一個內在嘅自己，心裏面同自己講一句：多謝你一直喺呢一度啊！感受一下，當我哋從心底認可同多謝自己嘅時候，嗰種踏實有尊嚴嘅感覺。好好，而家可以慢慢放開對特定嘅對象嘅聚焦，就咁樣坐喺度，感受一下身體有冇一啲飽滿感啊、暖意啊、豐盛啊、和平咁嘅感覺呢？呢一個就係當你有一顆感恩嘅心嘅時候，你自然就會擁有嘅一啲狀態。嚟多次深呼吸，等呢一份感覺滲透入去你嘅身心靈每一個細胞。吸氣，接受世間所有嘅美好；呼氣，讓呢一啲美好成為你嘅一部分。你已經熟悉咗你內心嘅感恩地圖，以後任何時候你都可以返嚟呢幾個地方，例如一啲小確幸嘅時刻啊，你勤勞嘅身體，你同其他人嘅連結，又或者你嘅內在力量。我哋準備要離開呢個練習。當你下一次呼氣嘅時候，可唔可以送多個祝福出去？願呢一份欣賞都可以傳開去俾世界其他人。當你準備好，就可以好慢咁喐下啲手指腳趾，擘翻大對眼，帶住呢一份充完電咁嘅平靜感，繼續生活啦。拜。